请咱同心用主的祈祷文，同心来向主祈祷。阮伫天父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执行，伫地人亲像伫天人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得错阮伫试，得救阮脱离歹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当你今仔日要来教会时阵，拍算你已经有看到，伫咱教会大门有遮个春联。啊，你若搁行去到伫咱的牧师的办公室，还是咱的即个 office， 还是咱的大厅的时阵，会看到一寡春联。啊，咱伫即个所在先甲咱兄弟姊妹讲新春快乐，愿上帝祝福你。咱感谢，特别是多谢即个 Victoria 吼，伊有真水的毛笔字写出真好的对联。上时咱也感谢爱玲姊妹伊对伫遮代志来做真好的布置。伫今年度咱整个教会有一个主题，就是伫神甲真理内面的敬拜。无需要准备约略有24讲关于圣神的讲道，希望会当通过伫咱的讲坛顶悬，咱同齐来学习认捌圣神，经验圣神。伫顶礼拜，咱已经有讲到第一讲，咱咧讲到圣神的名有真侪，对伫旧约到伫新约。但咱伫顶礼拜，咱特别咧讲到伫旧约圣经中间有2个介重要关于圣神的名，一个是上帝的灵，或者是我们称为神的灵。伫咱的台语，咱该翻做是上帝的神。另外一个就是耶和华的灵，咱的台语读做耶和华的神。但今仔日咱要续接来讲起伫新约圣经中间关于圣神要紧的名。圣神伫新约中间有真侪名。第一个要紧的，咱来注意，就是圣神这个专有名词，是伫到新约才正式来出现。所以除了圣神以外，伫新约圣经中间有提起到伫侪甲圣神相关的名称，譬如讲耶稣的神、基督的神、耶稣基督的神、爸的神、囝的神、赐生命的神、永远的神。稳定的神，还佫有一个非常特别，就是到伫启示录才出现的，叫做7灵。即只侪名称中间，咱有愿注意到，因为旧约甲新约有伊的连续性，所以当旧约煞到伫新约的时阵，伫新约解起头，有愿真侪所在有出现上帝的神，其中拢总有15解。新约圣经提起到伫上帝的灵，上帝的神，有2解是伫福音书内面出现。咱拢熟悉的一段经文，就是耶稣开始要出来传道理的时阵，互施洗约翰甲伊行洗礼，然后当伊行洗礼了后，对水面起来的时阵，天开，然后伊看去，圣神亲像剪仔降落伫伊的身上。这个所在用的就是这个上帝的神，亲像剪仔降临伫伊的身上，这是第一个。咱看见讲到上帝的神，线接伫旧约。另外，伫福音书中间，还佫有一段非常要紧的经文。咱知耶稣所传的信息，所传的福音是上帝国福音。所以耶稣讲，我若是靠着上帝的神来赶鬼，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伫恁中间。除了福音书有这2段经文以外，保罗先生伫伊的批信中间，也常常提起到伫上帝的神，拢总有11解。伫这几段经文中间，保罗先生要强调几项代志。第一，伊要强调上帝的神会通帮助咱来了解上帝的事。保罗先生讲，除了有上帝的神，无人知上帝的事。咱所领受的，毋是这个世上的神，嘛毋是靠着咱家己的灵。毋是靠着咱家己的理性来了解上帝，咱领受上帝的神，咱就通来明白上帝白白要赏赐予咱的恩典。但伫旧约圣经中间有提及到伫上帝的神降临伫人的身上，其
其中咱特别伫顶礼拜提起，有降临伫士师，有降临伫先知，也是君王，因特别的人才会身上。不过到伫新约圣经中间，咧讲到上帝的神的时阵，要强调伊要降临伫所有信徒的内面，上是要点伫信徒的生命内面。所以保罗先生伫罗马人书第8章的第9节咧讲，说使上帝的神若点伫恁心内，请咱特别注意，毋是干临到伫你，是点伫恁的心内。那呢，恁就无搁再属伫肉体，恁是属伫圣神。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介大的征战，就是咱的肉体时常甲咱的神在征战，咱时常是失败。总是上帝的神，若临到伫咱内面的时阵，临到伫咱的生命中间的时阵，保罗讲，当对迄个时阵，咱无搁再属伫肉体，咱是属伫圣神。当圣神真正来住伫咱的生命中间的时阵，咱的身躯的意义也得到改变。所以保罗伫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16节讲，顶头去想恁的身躯，顶头去了解恁的身躯。伊讲，恁敢毋知，恁的身躯就是上帝的殿吗？因为上帝的神要点伫恁内面。兄弟姊妹，有时阵咱的身躯是垃圾污秽，咱的身躯，亲像耶稣咧清气圣殿的时阵所讲的，这是上帝的殿，恁竟然互伊变做残缺。咱的身躯内面充满侪垃圾污秽，咱的身躯，保罗讲，因为犯罪，咱的身躯成做一个罪身，总是上帝要改变这个，上帝要改变这个，要包括改变咱的身躯的意义，互咱的身躯无搁再成做一个罪恶的器具，互咱的身躯会通成做意义的器具。那安尼，伊要做强事，就是互伊的神临到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互咱的身躯的意义也得到改变，咱的身躯有一个新的意义，咱的身躯成做上帝的殿。那除了继承旧约内面讲到上帝的神以外，伫新约圣经中间有关继承另外一个关于上帝的称呼，就是主的神。咱知影伫旧约圣经中间讲到耶和华，上帝启示的名叫做耶和华，总是犹太人唔敢用因的嘴来讲耶和华这个名字，所以因用阿多奈，就是称作是主。然后伫希腊文的70士译本咧翻译希伯来圣经，成做希腊文的时阵，就将这个耶和华所出现耶和华所在，拢改翻做 Kyrio。这个 Kyrio 就是希腊文中间咧翻希伯来文的阿多奈，就是称作是主。也因为这款缘故，你会注意到一项真特别的代志，就是新约圣经内底无出现耶和华这个名称，所以嘛未出现耶和华的神这个名称。新约圣经内面所出现的是主的神。咱在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理的时阵，伫拿撒勒的会堂内面开始传道理的时阵，伊就拍开圣经，然后掀开以赛亚书第61章，伊安尼讲：主的神临到伫我。伫新约圣经中间是安尼记载讲，主的神临到伫我。咱若家倒去到伫以赛亚书61章第1节，迄个所在原本是讲主耶和华的神临到伫我。换一句话讲，伫新约圣经中间，咱常常伫旧约内面所看到耶和华的神，到伫新约圣经内面，拢是用主的神来称呼伊。但规本的新约圣经整个的焦点放伫一个人，这人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伫新约圣经中间，咧讲到圣神的时阵，也出现特别的名称，叫做耶稣的神、基督的神，也是耶稣基督的神。耶稣这个名意思就是拯救，这是上帝用人的形式出现伫人的中间，甲伊所号的一个名。那是基督，伊原本的意思就是受抹油的。伫旧约圣经中间有3种的人，互上帝特别甲伊抹油，就是祭司、先知甲着君王。总是到伫新约内面，要讲到迄个受抹油的，就是基督。五旬节圣神降临的时阵，彼得起来讲道，伊安尼讲：以色列全家啊，恁着确实知，恁迄个钉死伫十字架顶的即个耶稣，主已经上帝已经立伊做主，成做基督。换一句话讲，规本的新约圣经要见证一项事：耶稣，迄个互钉死伫十字架顶的耶稣，
就是上帝所高摩的救主。所以伫规本的圣经中间要见证一项事：耶稣就是基督，基督就是耶稣。所以时阵，咱会称讲耶稣基督；有的时阵，咱称作基督耶稣。这两个名意思同款，总是有小可差别。耶稣基督，这是伊国外进前的名，是要强调一项事：迄个历史上出现的这个耶稣，就是旧约内面咧预言，迄个将来要成做基督迄位。迄个就是圣囝成做人的款式来到伫人的中间，伊所处的名，伊的名叫做耶稣。所以天使甲玛利亚讲，甲约瑟讲，当你生一个囝时阵，袂使号别个名，你爱甲伊号名叫做耶稣，因为伊要将伊的百姓对罪恶中间拯救出来。但当咱讲到基督耶稣的时阵，这是咧指伊国活了后的一个名称，是要见证一项事，这个国活基督毋是别人。这个国活基督就是迄个顶十字架耶稣基督，国活基督就是顶十字架耶稣。但耶稣伊欢喜来成全十字架救恩了后，互上帝高升设立成做主，成做基督。所以这个名号就只有伫耶稣的身上。咱咧讲到耶稣基督，还是讲到基督耶稣的时阵，咱就注意这个中间的一个差别。咱特别去注意，就是伫新约圣经中间，会常常发现这种的字眼，伫主内面，伫基督内面，伫耶稣，伫基督耶稣内面。但是咱有注意到无？无出现讲伫耶稣内，也是讲伫耶稣基督内。这是因为基督搁活了后，一个足大的一个转变。当耶稣用肉身活伫世上的时阵，如果咱讲我伫耶稣内面的时阵，就讲耶稣若上十字架，我嘛伫十字架的所在，我甲耶稣伫个所在，同齐甲耶稣同款肉体伫个所在，定死伫十字架。那安尼，咱嘛变做救赎主嘛。但是这是无通的。就爱耶稣成做基督的时阵，咱会通讲咱伫基督内面。所以新约内面只有讲伫主的内面，伫基督的内面，伫基督耶稣内面。这是因为耶稣对死搁活了后，上帝设立伊成做主，成做基督，上时通过基督的神，要将咱的生命甲基督三角结连做伙，要互咱的内面的生命内面有一个基督的生命。迄个会通将咱的生，将咱的死。将咱的国活拢甲基督三角结连做伙的，迄个会通互咱伫主的内面、伫基督内面、伫基督耶稣内面的，就是圣神。但伫新约圣经中间，因为耶稣基督缘故，所以出现有所谓耶稣的神。但伫耶稣的神，伫出现伫一段经文中间，只有一解，是伫使徒行传第16章的第7节。这段经文安尼讲。当这是保罗伊传道理第2届的传道旅游中间，已经将这个亚洲侪的都市拢传了，然后到一个边界的所在，美西亚的所在，然后伊想要到伫这个庇推尼的所在去，总是圣经内面记载一个特别的字，就是讲耶稣的神不准。当时这个所在特别要提起到伫耶稣的神。都诚做有人的肉身，像是有人性的耶稣。等于做一个人活伫世上的时阵，伊的生命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伊无求家己的意思，伊是彻底谦卑，顺服伫天父上帝的旨意。保罗先生伫腓立比书第2章第50到第8节，这个非常出名的基督颂，就是咧学罗耶稣基督的一个歌内面，伊安尼讲，伊讲耶稣原本有上帝的形象。总是伊无了甲上帝平等，成做着即首的，伊反倒转拼空伊家己，伊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做人的样式。既然已经有亲像人的款式，就屈价家己，顺服到伫死，上时是死伫十字架顶。也因为经过这款的过程，所以上帝升伊至权。对这个所在，咱通知所谓耶稣的神。也是有上帝道成肉身迄个神性的元素，更较要紧的，就是耶稣的神内底咧讲到耶稣人性的元素。耶稣是真做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人，甲咱同款，伊是一个人，又同款咱同款的一款人性。这个人性的元素中间，包括有出世，包括有成长，包括有做工，包括有死。
包括伊落尾搁活到伫上天。这个元素所表现出来，就是耶稣是一个谦卑服侍，甚至受苦中间犹原咧顺服的一个主的萝卜。所以耶稣的神所代表的，就是谦卑服侍、受苦顺服的神。那咱知保罗先生原本是咧迫害基督徒，总是当伊咧迫害基督徒的时阵，伊拄着耶稣亲像大光照伫伊，往伊来显现。直到伊趴落伫地面上，又听见声音对伊讲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啥事迫害我？”伊名当初是叫做扫罗，然后伊讲：“主啊，你是罪。”这个声音对伊讲：“我就是你所迫害耶稣。”兄弟姊妹，咱着斟酌细腻，咱一个人真意爱服侍，毋通咱的服侍变做咱咧迫害耶稣。保罗听见这个声，伊落尾受竞选，成做外邦人的使徒。安尼讲，伊要为着耶稣的名受济济的苦难。你讲到苦难的时阵，特别讲到耶稣。但保罗伫伊传道的生涯中间，一直一个心志，不断要学习耶稣的受苦。伊用这个顺服的态度。伊期待伫伊的身上会通饱满耶稣基督的患难，所以当伊咧传道的时阵，当伊想要到伫即个过迄个庇提尼的所在去，迄个所在传道的时阵，伊感受到耶稣的神不准，圣神用耶稣的神来往伊显现，是要凸显圣神爱保罗，这个传道者保罗学习耶稣这款受苦谦卑服侍的态度。就是拄着迫害、拄着苦难的时阵，犹原来继续顺服伫上帝的旨意。这是伫新约圣经中间唯一一解非常特别讲到耶稣的神。那除了耶稣的神以外，还佫讲就是基督的神。罗马人书第8章第9节，咱拄则文理兄为着咱所读这段经文中间，就去提到伫基督的神。当耶稣经过死甲搁活。互主、互上帝改立做主，立做基督。基督的神就是指迄个经过死，然后搁活上天，然后得到荣耀的神。基督的神就是耶稣这个基督，伊原本道成肉身，迄个道，迄个原本真实的存在。所以伫神学上有人称这叫做灵的基督 （Pneumatic Christ）。基督原本真实的存在。这个基督原本真实的存在，当伊搁活了后，伊要将一款的荣耀的生命来分享伫所有相信伊的人，互人会通真正完全归属伫基督。所以保罗伫这段经文，咱拄则所读的经句中间第8章第9节讲：人若无有基督的神，伊就无属伫基督。人若要属伫基督，要伫耶稣基督的救恩内面，那安尼伊就爱领受基督的神。当另外一位提起到伫基督的神，是伫彼得前书。彼得前书安尼讲，正先知伫考察伫因心内基督的神。那即句话非常清楚讲，基督的神早就存在，不过基督的神通过耶稣来到伫地面上了后，经过搁活了后，伫这个所在来显明伫人的中间。这是基督的神，嘛是伫圣经中间，特别伫新约圣经中间出现两解。但除了这耶稣的神、基督的神以外，保罗先生佫特别提起到伫耶稣基督的神。这是保罗先生伫加罗受苦时阵，伊写批予当初时腓立比教会兄弟姊妹，伊请求一项代志，讲请恁着为我祈祷。伊讲对着恁的祈祷，以及通过耶稣基督的神的赏赐，会通互我得到救。但耶稣基督伊是道成肉身，三位一体上帝通过圣神的怀孕来成一肉身。所以耶稣基督的神是包括迄个伊还未成做肉身进前，就早就已经存在这个上帝的神，嘛包括耶稣伊成做肉体，踮伫人的中间，伫世间中间过33冬。伫伊所有所做代志中间，咱看去讲事，就是上帝的神常常介三角地带。
当然，耶稣基督的神也包括当耶稣基督伊死了后，伊搁活，伊得到荣耀迄个神。但因为耶稣受苦的神，基督荣耀的神，然后甲伊连做伙耶稣基督的神，这个神落尾伫新约圣经，甲伊称作是主的神。所以，伫咱伫保罗的批信中间，佮一届出着主的神。伫福音书中间已经出现一届讲主的神临到伫我，就是保罗先生伫这个所在，佮一届提起到伫主的神的时阵，伊咧讲到主的神就是耶稣基督的神。你会通安尼讲，伫耶稣被设立成做基督进前，主的神是指耶和华的神。总是当耶稣基督搁活了后，被设立成做主，成做基督。伫新约圣经中间，你讲到主的神，就特别强调这是主耶稣基督的神。但这个神是互人得到自由的神。这个神伫打落会通得到自由。这个神亲像什么货？保罗先生讲，这个神就敢若亲像一面镜。每一届当咱咧阅读上帝的话时阵，特别包括当咱咧读旧约的律法的时阵。这个神要引带咱，从咱原本迄互咱的心灵掠走，至到咱袂通看到上帝用光这个癖，将伊摕掉，互咱通自由自在读上帝话，自由自在来看见耶稣基督。然后伫咱咧读上帝话时阵，有上帝的神伫中间在运作，然后上帝的阳光就敢若亲像对这面镜来照伫咱的身上共款，互咱愈来愈亲像耶稣基督。兄弟姊妹，要亲像耶稣基督，要有上帝话，要有上帝神。一个人无读上帝话，讲伊要愈来愈亲像耶稣基督，这是无可能。总是咱读上帝话，有需要上帝的神。上帝话甲上帝的神同齐咧做工，互咱愈来愈会通活出上帝爱咱活出的形象。关于上帝话甲上帝的神中间的关联，这是加尔文神学中间非常重要一个课题，咱以后有一讲专门来讲上帝话甲上帝的神。那除了耶稣的神、基督的神、耶稣基督的神以外，伫新约圣经中间也有一对非常特别关于圣神的名，就是爸的神甲囝的神。圣经耶稣基督来到地面上有一个要紧的代志，因为将来无人看去爸，所以圣经就要将爸来显明伫中间，所以这个圣神，因为伫这个爸甲囝中间的互动内面，所以圣神也显明成做爸的神甲囝的神。上帝对着咱人类的启示有伊的连续性，也有伊的进展性。伫旧约圣经中间，伊启示伊是上帝，伊启示的名是耶和华，就是伫新约圣经中间，伊启示伊是爸，伊是圣经的爸。也要成做所有信徒的爸，因为上帝是爸，所以当耶稣伫地面上教导所有学生关于上帝国的道理，讲恁着祈祷的时阵，伊讲恁祈祷的时阵，恁爱称呼这个天顶的上帝讲，阮伫天灵的爸，阮伫天灵的爸。国外耶稣基督当初时，着一人显现，其中一位是伯达拉的玛利亚，伊显现。这个玛利亚看到耶稣跟我的基督，非常的欢喜，想要望伊。但是主对伊讲：“你莫得望我，因为我还未上到伫天见爸。你就是找我的兄弟，甲因讲，我要上去见我的爸，也是恁的爸；要见我的上帝，也是恁的上帝。”这段经文，值得咱注意是耶稣亲切学生讲：“咱是兄弟。”所以讲去甲我的兄弟讲。耶稣称因做兄弟，是因为伊知上帝接纳因成做囝，所以有共同的天爸。彼得也安尼讲：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，就是伊的爸得到恶乐，因为伊照伊的大怜悯，用耶稣基督对世人中国活，互咱得到顶头生，上是互咱得到活的愿望。耶稣基督的死甲国活，就是上帝拯救世间人这个怜悯的救恩。毋也是帮助咱旧的人会通脱离罪恶，是要互咱伫伊内面得到顶头生新的生命。上帝的神，互咱得到神的顶头生，所以咱会通称这位神上帝，称做咱的爸。上帝的神对着基督徒来讲，称做
白的神。耶稣基督几啊届甲遮学生讲，当伊被钉十字架了后，亲像主捌受到迫害，恁也共款会受到迫害。当人将恁掠到伫审判的会堂的时阵，恁毋免挂虑，恁着讲啥物话，因为到迄个时阵，要将恁应该的话来详述互恁。但详述互恁来讲应该讲的话是啥物人？这段经文真特别，就是有三个福音书的记载有无共款。马可福音书讲，迄个详述你话的是圣神。但是马太福音书讲是白的神，路加福音书讲是我，就是耶稣基督这个讲话的人。但伫这三大福音书中间，拢共款讲着这个，讲要将迄个应该讲的话来详述互恁，总是其中是用一个用圣神，一个是用白的神，一个是用耶稣基督本身。显然，咱通看去，伫福音书的作者中间，因了解圣神就是用白的神。当一个信徒伫伊的心内底，伊真实知影，这个上帝毋是别个，这个上帝就是我的爸的时阵，那安尼圣神对伊显明，伊就是爸的神。但圣神毋也是显明真做爸的神，伊也显现真做伊的囝耶稣基督的神。保罗伫加拉太书安尼讲，咱既然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来真做上帝的囝，那呢上帝要做一项事，上帝要找伊囝的神进入到伫咱的心内，互咱会通后叫讲阿爸爸。所以咱咧叫阿爸爸的时阵，就是咱内面已经有上帝赏赐囝的神踮伫咱的心内。咱来注意讲事，伫旧约圣经中间，所有上帝的神感命的人，敢若会通称作是上帝的奴仆。若是到伫新约，咱是何等何的福气！耶稣基督完成这个救恩了后，这个圣囝完成伊所有拯救的工程了后，咱会通领受圣囝耶稣基督的神伫咱的心内。所以保罗进一步伫这个所在安尼讲：，恁毋是犹原咧做奴仆，伫上帝目睭前，恁因为耶稣基督缘故，恁通做囝。所以恁领受的毋是奴仆的心，犹原得惊吓。恁所领受的毋是奴仆的神，犹原得惊讶；恁所领受的是囝的神，所以会通对恁的心，不管是亲密、常时尊重，来呼叫上帝做阿爸爸。当然，伫这所在看去，圣神甲着上帝的神、耶稣的神、基督的神、囝的神、爸的神中间互动的关系，拢只共款一个圣神，总是有无共款的意义。上帝的神是指上帝和迄个耶稣基督对世人中国活迄位、迄个全能者，咱称作是上帝。若是耶稣基督对世人中国活了后，这个神伊成做一个国活的神，基督的神。然后伊要来踮伫信徒的内面，互信徒会通得到顶头生，互信徒会通得到新的生命，互信徒会通成做上帝的囝。所以这个神既然踮伫咱内面，伊也成做囝的神来踮伫咱中间，互咱已经得到顶头生的神，会通甲圣神同齐来呼叫阿爸爸。当然，看起圣神有一个特别的工作，伊就将圣父上帝、圣囝耶稣基督以及所有属伫伊的儿女牵连做伙、联合做伙。圣神也伫圣父内面成做爸的神。伊也伫耶稣基督内面成做耶稣的神、基督的神。同时，圣神也通过耶稣基督将上帝甲人联合做伙。伊是爸的神，同时伊要踮伫所有称上帝做爸才会儿女的内面，成做囝的神。但这名称出现次数无多，耶稣的神只出现一届，基督的神出现两届，耶稣基督的神出现一届，爸的神出现一届，囝的神出现两届。总是出现次数无共款，总是对着咱来讲，了解圣神的本质非常非常的要紧。但除了这个名称以外，咱拄则有提起伫新约圣经中间介重要的，就是咱看起圣神这个名称已经正式来出现。伫顶礼拜，咱有特别提起到伫讲，伫旧约圣经内面有三段的经文，诗篇51篇11节。以赛亚书63章11节到11节，
拢有提起到伫该好学本该犯罪是圣神。不过咱该考察这三段经文伫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，毋是指圣神，伊原本是指神、神性者 ，the Spirit, the Holy。这个名称是要强调神有伊独立的位格。这个神本身就是圣神，无因为伊属于上帝，也是属于耶稣基督，才成做圣神。所以神这个神性者伫这个旧约中间已经出现，但是无用圣神这个名。伫新约圣经中间也有一个所在也出现这个名，这是出现伫罗马人书的第1章第30到第40节，也是保罗先生所讲。保罗先生论到耶稣基督，伊安尼讲，论到伊的囝。照着肉体来讲，是代表了父的所生；那是照着圣性的神、圣德的神，咱圣经改翻做圣善的灵，伫台湾圣经翻做圣德的神。伊是对世人中国话，用关联来显明，伊是上帝的囝，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。但伫罗马人书所出现这个名称，甲伫旧约咱拄则所讲迄三个名称是共款。所以，咱会通真清楚一项事，就是旧约内面无正式提起到伫圣神的名，总是到伫新约有190几届提起到伫圣神的名。啊，关于圣神的名，伊的内涵是虾米货？到伫伊所做的工是虾米货？咱以后陆续会伫这个所在，伫咱的讲道中间来说明。不过，咱记伫咱的心内一项事，圣神老早伫旧约圣经中间已经存在。总是也未用圣神的名来正式来出现。圣神这个专有的名词，一直到伫新约圣经才来出现。是安怎是安尼？是因为上帝要为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，陪伴一个物件，陪伴一个身体，伊较会通亲像人的款式，踮伫咱的中间。就等当上帝陪伴好，当耶稣基督要传上帝国福音的时阵，已经陪伴好。施洗约翰要来成做上帝国福音开路神通，这个救恩陪伴的工作都完成的时阵，那安尼，这个圣神才会正式伫这个所在来出现。圣神有独立的位格，但是伊尊重爸上帝，伊尊重圣囝基督，所以伊用这款的形式，用爸神、用囝神出现，总是到伫新约圣经中间，以真实来出现专有的名词。那关于三位一体、爸囝圣神中间的关系，伫咱的讲段中间有一讲会专门来讲这个。那伫新约圣经中间，咱看去最重要的就是耶稣的神、基督的神、耶稣基督的神、主的神、甲爸囝的神等等。当然，还阁一个要紧就是圣神这个名称。但是除了这个名称以外，咱要注意到伫新约圣经中间，还阁有三个非常要紧、重要的名称。第一个就是赐生命神。圣神通过基督的死甲搁活，互人得到重头生，得到新的生命。所以圣神也称作是赐生命神。咱的台语该化做活命神。这活命神踮伫咱内底的时阵，咱就通救咱脱离罪甲死。伫耶稣基督内面，因为圣神踮伫咱内面，咱无搁再活伫罪甲死亡的律，是活伫上帝所赏赐生命律内面。这个意思非常的清楚。保罗先生对这个体验特别深刻。咱最近经过团契咧查考罗马书，咱的丰盛团契嘛咧查考这个罗马书，其中影响伫保罗，也影响伫罗马马丁路德介深刻的是罗马书的第7章。伫第7章中间，保罗来说明伊做一个基督徒了后，伊生命中间迄个困难克服的物件。伊困难克服什么货？伊讲我明明了基督徒，我明明了顶头生，总是我愿意的好，我做袂出来；我无愿意的歹，我偏偏啊去做。就是我到伫顶头生了后，又活伫这种的矛盾甲冲突内底，甲这种的痛苦中间。保罗讲，当圣神临到时阵，代志无共款。圣神踮伫咱内面的时阵，就是耶稣基督个新的生命，要伫咱的生命中间产生奇妙变化。赐生命神的律，要互咱伫耶稣基督内面得到自由，得到透放，无搁再受到罪甲死的律来控制。
咱会通靠着圣神得到顶头生，也会通靠着圣神去行好代志，会通靠着圣神对着罪恶讲无爱。那这是耶稣基督伫伊肉身中间所完成最重要的一个目的，就是咱伫耶稣基督内面领受这个点伫咱生命中间的圣神。这点非常的要紧，咱来知影一项事：耶稣基督人还未过活的时阵，伊就无法度真做享受生命神来享受伫咱的生命中间。因为耶稣基督若伫肉身的时阵，伊的生性就受到肉身的限制。伊若人行到伫耶路撒冷，迄个时阵伊是离开加利利。伊若人伫门徒的中间，伫迄个所在伫做这事工，伊就无点伫信徒的生命内面。这是耶稣基督还未定时嘅进程，还未经历死甲搁活进程，这个还未真做属生命神进程，伊所完成的救恩受到这个肉身的限制。迄个时阵，圣神敢若点伫耶稣基督一人身上，耶稣还未通将伊分伫学生的身上，总是当耶稣基督搁活了后，就无共款。耶稣基督被定死嘅，伊死搁活，就是伊得到荣耀时阵。耶稣基督家己本身对这点有非常的清楚的说明。伊讲人子得到荣耀时阵到了，但人子得到荣耀时阵是啥物时阵？就是从定死嘅时阵。伊讲我的生命亲像一粒新生命的种子，敢若亲像一粒麦仔，总是这粒麦仔若无落伫土里死，犹原是一粒；若是死，伊就通结出济济的粒。耶稣要透放伫伊内面，迄个丰富的圣神、活命的神的气力，伊就爱亲像一粒麦仔落伫土里来死，互伊内面迄个完全的生性，会通伫十字架顶，因为身躯被拍破、被拆裂，当罗马的兵丁用枪插入去到伊血的骨的时阵，有血甲水流出来。圣经见证讲，这个血流出来是要真做万民的赎罪。要真做洗净人良心亏欠的气力。伊表来书内面讲，兄弟啊，咱伫耶稣基督血内面得到好大通进入圣所，是因为耶稣用伊的身躯亲像圣殿内面的玻璃被拆开，然后为着咱开出一条各新各活的路。保罗先生对着这个真清楚一个注解，伊讲，耶稣基督毋但是流出伊的血，也流出伊的水。这个水流出来是要释放内面生命神这个活水。保罗安尼讲，头一个上帝所创造人叫做亚当，伊是真做有灵的活人，但是这个落尾亚当就是真做人来款式点在咱中间的这个基督，伊真做享受活命的神，享受人活命的神。经过十字架的死甲搁活，咱的主伊真做赐生命的神。就敢若亲像活水入去到伫咱生命中间，要点伫咱的腹内底。所以耶稣伫约翰福音书第7章第38节安尼讲：信我的人要亲像圣经所讲，有活水要点伫伊的腹内，对伊的腹内里面伫这个所在流出。这个活水所指的，就是圣神。这是规个咱看去伫新约圣经中间，要甲咱所做一个见证，基督通过伊的死甲搁活。伊真做赐生命神来点伫咱内面。那这以外，伫这个希伯来书内面，佮特别有提起到伫两个名称，一个叫做永远的神，基督的神是永远的神，所以希伯来书安尼讲，基督对永远的神献家己互上帝，做无有瑕疵的祭，伊的血要清起咱的良心，要救咱脱离所有的歹所行，互咱会通来服侍各真各活的上帝。那这个永远的神嘛是施恩典的神，咱通过耶稣基督的拯救，咱有份伫这个恩典，咱这个时阵拢活伫上帝恩典中间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甲咱提醒一项事：当咱活伫上帝恩典中间的时阵，唔通故意去犯罪，唔通知影咱有得到这个救赎，咱有得到这个赦罪，咱搁继续去犯罪，因为咱故意搁去犯罪的时阵，是咧侮慢，是咧亵渎。迄个点伫咱中间，迄个恩典的神。伫新约圣经中间最后一个，咱爱特别提起的，就是启示录内面所讲到圣神的一个名，叫做七灵。这是约翰伫启示录中间特别所提起的一个名，伊用七灵来描写这个圣神。咱知伫约翰福音书伫启示录内底出现7的时阵。伊有象征性的意义，
代表完全，代表完美。但七人实际上对以赛亚书内面已经有出现。以赛亚书第11章第1节到第2节讲，耶和华的神要点伫基督内面，就是智慧甲聪明的神，计划甲能力的神，知识甲敬畏耶和华的神。70书二本咧翻译这段经文的时阵，佮佮加一个叫做敬虔，咧呈现圣神有7个特色，就是有智慧、有聪明、有计划、有能力、有财物、有敬虔甲敬畏。毛媒这学者咧讲，当咱咧讲到上帝7个灵的时阵，咱会通对这个灵有7个本质来了解。所以讲，永远的神、荣耀的神、圣神的神、良善的神。也是正直的神、公义的神、公平的神。某一寡学者建议讲，咱会通对圣神要伫咱做一个信徒，咱的生命中间要为着咱所做7项重要的代志来了解所谓的7灵。圣神要互咱得到顶头生，圣神要互咱称做义、正做神，圣神要正做引导咱明白真理的神，圣神要赏赐咱能力会通来见证耶稣基督。圣神要安慰咱，特别当咱拄着忧伤的代志的时阵，圣神要真做讲袂出的土气来替咱祈祷。圣神也要帮助咱的肉体有一天也要得到割活。无论就内在本质，也是其他伊伫圣徒生命中间所要做工，7人所要代表的圣神伊完美的本质，甲着伊的所在。但咱看到这张图，帮助咱来了解今仔日伫这个所在所传讲的圣神，这一个专有名词是到伫新约才来出现。圣神正式的出现，甲着耶稣基督都正着新圣神感恩有密切的关联。因为玛利亚对圣神得着怀胎，圣子上帝正做人的款式，正做人子。施洗约翰为着上帝国的事工来做先锋宣告，迄个要来基督。我施洗约翰是用水甲恁行洗的，但是我要甲恁讲，迄个要来基督，毋是要用水甲恁行洗的，伊是要用圣神甲恁行洗的。当耶稣开始出来传道时阵，伊宣告讲：主的神临到伫我，互伊充满气力，会通传讲上帝的信息，伊会通医病，会通赶鬼。上时伊讲：当我赶鬼用上帝的神赶鬼的时阵，就是上帝国要临到伫恁。当耶稣基督必定是立了后，完成上帝所有救恩的计划，就是伊得到荣耀的时阵，天父上帝毋仅是互伊对死国我，上时佮设立伊做主做基督。但圣父上帝所备办，圣子耶稣基督所完成这个救恩了后，找见圣神来继续这个救恩的工程，是安那需要圣神来，因为圣神来要将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实现伫信徒的生命内面。所以除了一个正式圣神的这个名称以外，咱看起伫新约圣经中间，圣神也佮用真侪无共款的名称来出现。每一个名称拢有一个重点，拢有特别的意义，来强调圣神所做的工是遮尔广阔，所讲的话是遮尔特别。耶稣的神要强调耶稣在世时阵谦卑侍奉天父上帝这款的态度。基督的神是要强调耶稣基督割活了后，这个荣耀的割活这种的神，割活的生命也通过伊来赏赐予咱，正做赐生命的神。新约中间耶稣基督的神，就是旧约内面所讲上帝的神、耶和华的神，总是通过人子耶稣基督，正做人的款式，定死伫十字架，然后对死割活了后，完全来呈现出来这个神。所以这个神有上帝的神性，也有正做人的人性。所以这个神才会通来点伫咱的生命内底。通过死甲割活，耶稣被高举正做基督，属灵的基督正做赐生命的神，和相信的人，伊内心内底会通得到顶头生，会通正做上帝儿女，会通领受囝的神，点伫伊内面来呼叫上帝做阿爸爸。当咱拄着困难，当咱拄着迫害，当咱拄着苦难的时阵，爸的神要互咱知影，咱着讲什么款的话，做什么款的代志。对这个咱通看起一项事，圣神是一个联合者，毋也是将旧约到伫新约甲伊联合做伙，
将上帝的神甲耶稣的神联合做伙，将爸上帝的神甲囝上帝的神伫这个所在联合做伙，也将圣囝耶稣基督对出世、传道、死、搁活、上天联合做伙，然后将肉身的耶稣甲属灵的基督联合做伙，最后伊要做一项工作，就是要将咱信徒的性命甲耶稣基督联合做伙，也要将所有正义女甲天父上帝的性命联合做伙。大家亲爱兄弟姊妹，圣神何等的宝贵！这个圣神是天父上帝通过伊的囝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了后，要赏赐予咱的一个好物件。圣父圣囝，伊拢意爱将圣神来赏赐记纳祈求伊的人。你捌天父上帝恳求过物件无？你捌天父上帝恳求爸啊，将神赏赐予我无？请听耶稣基督伊所讲的话。恁做人的父母虽然也唔好，也搁知将好的物件互恁的儿女，何况恁天顶的爸，敢无要将圣神这个介好物件来赏赐囡仔求伊的人嘛？深深期待伫咱的 CTBC， 咱所有兄弟姊妹咧祈祷，唔是干那咧祈祷，咱较好业，咱的身躯得到医治，等等这代志尔。咱通祈祷，爸啊，求你将迄个介好的圣神赏赐我，请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通过你的圣囝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伫世上，传上帝国福音，定是你的死，流出血甲水，完成所有上帝救恩的工程，互相信的人会通得到拯救，得到顶头生。你互定是你的耶稣基督搁活上天，设立为做主做基督，伊是落尾亚当要成做赐生命的圣神。来点伫阮的内面，住伫阮的内面，感动阮、激励阮，互阮会通对阮的内面来呼叫你阿爸爸。是啦，天父上帝，这是你奇妙恩典，这是你奥妙的旨意。互阮伫你的圣囝耶稣基督内面，领受圣神的顶头生，称做义，正做圣。领受圣神要压悬压悬，常时要来甲阮充满。但阮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有甲阮讲，圣神是天父上帝，你所要享受阮介宝贵的物件。帮助阮会通对着圣神搁较侪经历，对着圣神有搁较亲密明白，奉耶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一
属于你。主我爱我，我灵的我意，主我引起我，引起我，主我论的我一条来为了我一生我一死拢属于，我一生我一死拢属